时候呢，两条路，一条就是天堂，一条就是地狱。你在人之间做得好，死后人家供奉，就会变成现在的土地公，就会变成现在的五谷人算，就会变成现在的什么妈祖，等等之类的，都是人啊，这些神明都是怎样，都是人修成的。有哪一尊神明不是人修成的？有没有前辈可以跟共同分享？猪八戒不是人修，他其实也是人啊。对啊，很少的比较奇怪对吧？所以其实都是哎。那有没有鬼神？天理循环，有天就有地，有神就一定有鬼，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只是你跟他有没有缘分而已。或者说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希望跟他们有很特殊的缘分。我也都蛮好。对啊，这是我的。那要相信一点超生神。今天我们来模仿修持，明知一时点可不可以超生掉？可以的，或者张举的例子好了，直接跟你讲方法有没有用，或者可以讲得更明确一点。你现在到网络上随便查方法，网络上那个待几百封回应都在直接跟你讲玄关在哪里，五字真经是什么，合同广告，网络上一大堆，可是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经过明知一时，没有用，所以明知超生了无生。好，那后面还有，那我们因为今天的课要上到12点，那或者呢先休息，现在40分，我们休息20分，我们11点，11点再回到我们教室，那我们就先休息。谢谢。这远东科技大学教授龙灯是就永远黄教授莅临。爱香火场，下有爱香火场，体会欢迎服务。